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10月19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91篇第9节到16节，以赛亞書47章第10節到15節，路加福音22章24節到30節。今仔日要給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題是爭論。人彼此中間的爭論，攏是因為有啥物物件值得引起爭啦咱看上最大概就是爭財產吧。最近上出名的一個爭財產的案例，就是某一個運輸的集團遺產的官司啊。這個二房的孤囝贏這個這個財產的官司，伊安尼獨得到安尼100多億的新台票。這個官司的起因是因為伊的公爸過母的兄哥想要完全來控制公司，並且佔有所有遺產的控制權，來起的。會通講迄個有的要閣愛較濟啦，永遠係無夠這種的情形時常看會到啦無論是大的小安尼。以賽亞先知針對以色列人的這個罪講到這個後壁的話，在以賽亞書47章10節到15節，伊安尼講：你自身做歹無代志講，無人會看到。你互家己的智慧聰明帶入去騙路，家己心內想講，我甲上帝邊端，無人會當甲我比。毋久災厄會入着你，你毋知着安怎才會當甲伊趕走。災厄會降落佇你的身上，你無法度甲伊除掉。佇你毋知的時，毀滅會忽然臨到你起來，做你念你的符咒，行更較濟的城術。你對少年的時就拍拼做這的事，安尼你可能會成功，會獲得人驚甲要死。你因為人互你的計策上濟煞掩惡，去叫遐個觀天上的看星神的出來救你，因會佇初115預言將來的事。看咧，因會親像袂閣互火燒毀，因會當救家己脫離火焰的威力。迄款火舞是會當坐佇邊仔烘燒的溫溫仔火，對少年就甲你交結，鬥陣拍拼的人帶來互你的，最後攏是安尼。因攏會佇家己揀的路來失敗，無人會當救你。互咱真好奇的時陣，就是以色列人掠做家己的歹所行是看袂到的，是隱形的，無人會當知的。因個是毋是講閣會當甲上帝來爭論啥物人較大啦？因認為講只有我，伊有我，無有別個。因真正感覺家己比上帝較大嘛？耶穌基督的門徒中間嘛咧爭論啥物人較大？爭論啥物人較大，當然考慮的就是後壁因掠做有的利益啊。路加福音22章24節到30節記載着這段的故事。門徒中間有起爭論，看什麼人算上大。耶穌甲因講，外邦人的君王做主管轄人民，統治者互人稱作君主。總是恁毋是安尼。恁中間上大的顛倒着稱做上細，
做领袖的着诚做服侍的，安尼，啥物人较大？是坐倒食饭的，还是服侍的？兼毋是坐倒的吗？毋过我伫恁中间是迄个服侍的。恁遮的人伫我的试炼中一直甲我做伙。我的爸将王的权柄赐予我，我嘛安尼将王的权柄赐予恁，互恁通伫我的国度甲我坐倒啉食，搁坐伫宝座审判以色列的12个支族。但是耶稣基督甲咱讲，甲伊的门徒讲，军队的人无应该爱思考，成做一个有权力的人，颠倒爱亲像是仆人共款来做伙服侍人，毋是迄种客上坐、坐上悬、等人伺候的。军队耶稣的基督徒，搁较无应该是安尼彼此争论。应该爱彼此服侍，彼此相听。诗篇91篇第90、96节，你找上主做避难所，用至高上帝做徛起的所在。灾害袂临到你，瘟疫嘛袂徛倚近你的布片，因为伊要为着你吩咐伊的使者，伫你所行一切的路保护你。因要用手扶你，用你的骹袂着踏的石，你要用骹占狮甲毒蛇，吞踏猛狮甲大尾蛇。上帝讲，因为伊真疼我，我要解救伊。因为伊捌我的命，我要甲伊安置伫安全的所在。伊求叫我，我要应伊；伊伫危急的时，我要甲伊同在。我要解救伊，互伊有尊严；我要使伊长岁寿，互伊满足，互伊看见我的救恩。愿主帮助阮时刻反省，谦卑军队上帝，成做一位领受呼召、服侍、照顾人的仆人。求主帮助阮移除心理的竞争，彼此愿意相听，互相扶持，领受主恩。感谢基督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